两角15仙，每一个人的趣味拢无同款。有一种人兴趣收集银票，逐种银票拢有伊特殊的所在，无论年代、面值、图画，还是号码、数字，拢会吸引真侪人去深入研究，甚至甘愿开费侪金钱，买回来收集，家己保存。古早甲现代的银票有真侪无同款的所在。今仔日的科技较发达，印出来的银票，无论是纸的品质，还是所画的红仔图，拢比古早加真有水准。虽然现代的银票面额比古早加真大，还毋过钱煞比以前加真细圆。细汉做囡仔的时阵，爸母若是互咱两角银，就欢喜甲毋知人，因为两角银会通买真侪好康的物件。若是现在的囡仔，你互伊10箍，还嫌伤少，上起码最少嘛爱讨100箍，伊的心肝较会满足。古早若是摕两角银去买一项5仙钱的物件，当然就爱找1角5仙回来，这是上界基本。大人囡仔拢会算术，1角5仙钱，用台语简单的表达就是角5，拄好是角甲5同音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两角15仙就是角5的意思。咱大部分的人拢毋是圣人，时常为着不知不觉，还是受着引诱的时阵，犯着不应该的错误。这个时阵，若是会晓谦卑反省，知影觉悟改过自新，就袂一生后悔。耶稣捌安尼教示人，着谨慎，着省察。行了你内面的光是暗。路加福音11章35节。希望咱每一个人的内心，时时拢有亮光提醒省察，才免做一个为着行为来后悔的人。两角15仙，每一个人的趣味拢无同款。有一种人兴趣收集银票，逐种银票拢有伊特殊的所在，无论年代、面值、图画，还是号码、数字，拢会吸引真侪人去深入研究，甚至甘愿开费侪金钱，买回来收集，家己保存。古早甲现代的银票有真侪无同款的所在。今仔日的科技较发达，印出来的银票，无论是纸的品质，还是所画的红仔图，拢比古早加真有水准。虽然现代的银票面额比古早加真大，还毋过钱煞比以前加真细圆。细汉做囡仔的时阵，爸母若是互咱两角银，就欢喜甲毋知人，因为两角银会通买真侪好康的物件。若是现在的囡仔，你互伊10箍，还嫌伤少，上起码最少嘛爱讨100箍，伊的心肝较会满足。古早若是摕两角银去买一项5仙钱的物件，当然就爱找1角5仙回来，这是上界基本。大人囡仔拢会算术，1角5仙钱，用台语简单的表达就是角5，拄好是角甲5同音字。换
换一句话来讲，两角走五线就是角五的意思。咱大部分的人拢毋是圣人，时常为着不知不觉，也是受到引诱的时阵，犯着不应该的错误。这个时阵，若是会晓谦卑反省，知影觉悟改过自新，就袂一生后悔。耶稣捌安尼教示人，着谨慎，着省察，行了你内面的光是暗。路加福音11章35节。盼望咱每一个人的内心，时时拢有亮光提醒省察，才免做一个为着行为来后悔的人。